伫明年就要迎接100年校庆的台南一中，今年的校庆也非常的热烈，就亲像要为100年校庆暖手共款。10号上午也公布了100年校庆的标语：100年竹园，竹园100年。这代表了连接一中人的缘分永远来延续。会中由着校友总会理事长关正一张冲野海棠，正登去南一中的校门口。希望接下来也会使重新守护南一中的学生。我们今年是台南一中创校99周年的校庆及运动大会，那么活动非常多。首先是在上午的校庆运动会的开幕典礼，我们举办了100周年校庆 logo 标语吉祥物的一个揭牌仪式，同时台湾霸的我们南一中100周年校庆的专属影片也上线。此外，在国际会议厅举办我们第14届校友杰出成就奖的颁奖典礼，还有我们在综合大楼有100周年校庆的一个牌匾的一个揭牌仪式。最后是我们在民族路的大门，在南一中日据时期开始的这个大门，有一个琼崖海棠的植树捐赠仪式，代表的南一中生生不息，迈向100周年。这届的校庆，学校也准备了限定造型的翠暗。送予来参加的学生、家长甲贵宾，伫校园当中嘛会使看到有真侪人马上就站起来挂，也成为一个特别的画面。非常别开生面，而且深受到在校的师生、校友以及家长们各界非常喜爱的南一中100周年校庆专属口罩，里面有南一中的 logo 以及100周年校庆的专属设计，还有我们100周年的 slogan 叫做“竹园100年”。100年竹园，100年竹园，竹园100年，非常有意义。那么在校庆运动大会的时候，所有在场的2、3千位的师生以及来宾，共同举行一个大合照，为我们99暖寿展开序幕，同时为100周年校庆宣誓揭开我们的100周年校庆的开始。这届第14届的校友出奖成就奖颁奖典礼也由着校友王金平颁奖予7位优秀的校友。同时也勉励学弟未来努力来学习，让台南一中有一天会使以引为荣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